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变成5，竖着变成4个了。哀家给你1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1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